呦，懂站的，穿到两边是错的，我们绝对不会传回去的。那是穿衣功夫哎。没有哦，啊，出门前一定还会变魔术的哦。哎呦，哎呀，变魔术了。我可以试吗？可以啊。走对了，你也给他说。哪一个？大家第2半走该优格嘛？对的。对啊。你们不用常温大概放10天去走对了。先用走的。我们真的呢，跟那个胜利是很有连结的。用慢讲。5板雕出来胜。还有那请款5板面。哦，我给他撩去澎湃的。那还比这白雪东西有分两口味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莊百強。今日當歡喜又來到我嘅故鄉苗栗咯。對啊，苗栗啊，特別啊，你之前做幾年嚟咪聽到牛年到啲啊，咪聽到美食做好好嘅比大家來收聽。啦，吼，凍到好搞好些咧。馬上嚟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徐亮哥你好，還有陸準斌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斌哥你好。好，兩位師傅介紹過嚟過後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風水嘅呢係來自頭部嘅分享，春梅子、老小米子分享。歡迎。春梅姐又來過啦。之前又來過咧。讓大家講一下，今日籃球嘅分享到，雖然上一季冇來過，我就是上一季好想來兩季總算來咧。掌聲歡迎籃球嘅莊明娟，還有莊日娥。佢今日帶媽媽窮下來哦。先來講解一下姐姐，都頭部嘅豆皮，你們小件嘛嘅好食咧冇？楊家蛋黃麵。幾件真件都好食，我做來家下都蛋黃啊。其中用亂網做呀，係啊，其中用亂網做。今日假日去時了，我排隊呢。要排隊哈。排隊。有嘛特別的嘛個特別香煙。有它的那個 Q 感麵啊，他自己手工做的。哎，你苗栗人食就都會食麵包嘅豬頭肉。豬頭肉。你這食到有飽誒，這樣有力氣做事情啊！哈。啊，今日做一個姊妹散步。係啊。有些安排吼。閃亮亮了，所以每日學做學買東西，你說啲機係咩苗栗人安用？好，講台學嘅東西以後，問一下苗栗吼，你一片要買好高嘅蔬菜冇？一片去有名係公維溪山路。啊，公維溪隧道。對，也係我哋就嘅糧食日本時代，我哋就嘅糧食嘅 TC 中毒醫用液太郎提名嘅。啊！我哋就一隻神龍，嗱行業地規劃，我看到有切菜嘅什麼都嘅經驗，還會睇到我哋就施工所有用3-4個嘅，其中有一數係我哋客家個嘅，很多阿婆皮嗌炒火茶，還做得睇得到嘅火茶變塔沙，對。哦。媽媽有去過嗎？有。沒有去過，沒有睇到嘅。有哦，那是我叫的。公維樹隧道係真嘅，你苗栗人，用了家下唔對，現在行嘅話，公維樹就錯嘅。睇人寫字去了到清好嘅蔬菜，總共呢可能來到苗栗，不管哪隻鄉鎮，都有好食味有好料，一定要來搞哦。馬上呢就來進行今日天館嘅比賽咯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。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，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今日天館要來比賽嘅就係料理大鬥士咯，真係好好大鬥士嘅嚇，可以係國家帶來嘅有乜嘅秘密嘅武器，先嚟可以係風吹帶來啲乜嘅。鹹菜乾，鹹菜乾哦，乜人做嘅？妹妹做嘅，妹妹做嘅。啊，有買個厲害蔬菜嗎？對，它蠻乾，哎呦，很香，好香哦！哎呦，懂站的，穿到兩邊是錯的，我們絕對不會傳回去的。哦，當用哦，呢，很香哦。哦，本意都要大轉移啦。你好用啊，等我用。當好呢。你們要哪樣嘅秘密武器來做乜嘅料理咧？全部嘅米湯，全部嘅米絲。就係英聲強壯。對對。哦。好，呢啲要準備嘅，梗係酸
腐嘅東西，你準備嘅東西，秘密嘅武器係乜嘅？挑夫杆，挑夫杆，做得出嚟啊？呀，做得出嚟。係加羅梅時間，係羅梅阿志做嘅哦。對，阿志做。哎，你蠻厲害。對，拿過來就點用嘅厲害啊！說得不準，吃得最準。來，就這樣了。好，兩頭菜有蠻厲害素材嗎？佢本身懂面咪，雖然講他的細縫啊有較粗一些的，但是入味就是最棒的。對。講到熱門，推俾來啊！推俾來啊！好食，哎呦，真嘅好食，正經當熱門啊！好食呢！我用了後當熱門嘅豆腐乾來做乜嘅料理？客家飯。合家歡，客家飯，哎，兩組都賣一點小關子，都係一個富酸酸腐嘅米絲，還加一個客家飯，做嘅都係很乜嘅料理呢？問太清啊，叫下嚟期待一下啊！體育館嘅料理大調戲有信心冇？有哦！馬上嚟進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！看唔出來呢？冇嚟嘅，哎呀，合家歡，合家歡，冇嚟。又啊，合家歡了之後，現在看風水。客家飯啦，好，好來看一下乜嘅係酸腐嘅米絲。酸腐嘅腐係腐瓜嘛，哈。腐瓜。瓊下天數唔怕？可以哈，好。我切薄一點。哎，看到用狗肉哦。陳梅姐，你聽懂熟練的啊？你上班就必須高誒。我點啊？哦，古熟店還有老亞嘅冰都亞嘅苦瓜底肚係嗎？對，哎，對，哦。然後去剪後尾就加一點醬油、醬色，然後放一點水下去燜。就這像苦瓜鳳啊。我請教一下，用冰好菜有冰鹹菜會甜鹹嗎？不會，這酸菜不會鹹。要浸過水係嗎？沒有，就洗乾淨而已。洗乾淨。做條出菜有乜嘅特別都要注意嘅技巧嗎？主要做嘅剁腰腰，誒剁個腰腰誒，然後煸個啊嚇，倒喺肉鹽度吼，煸鹽咪，誒我煸個。啊，譬如講呢啲福卡嘅鹹菜乾咯，鹹菜嘅比例係乜嘅？大概3:1吧。馬莎係3。梅乾3，酸菜就1。啊，上我先冰落去殺，咁啊時間唔拉吼，唔拉落啊。用殺過冰落去一樣嘅。當個用肉鹽。哦，好像我阿婆的手環哦。有。按太掉啊？沒有，冇啦。不怕凍喉哦，凍喉膏啊。這個好嘢。等一下攞上來。我有，給我一點醬油下去哈。你平常有煮菜冇？我平常有煮啊，煮本身顏色。做我當煮較簡單的啦。譬如講乜嘅？竹筍炒肉絲。我幾雜個炒，幾條啊油嘅。幾天油嘅。我把我呀聽油嘅，真聽油嘅。客家飯到底係乜嘅菜啊？大家做嚟歡喜嘅飯，安尼食到呀套菜哦，大家都當歡喜。哇！明君，你哋下有大福卡冇？有啊。我媽媽強下帶。係啊。哦喲。耶！這個是不是係黃梨炒糯米加料版？嘿，溫大隊嘅。溫你看出來咧。溫團隊嘅。好，等一下張都出來咯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哦。要香味哦，香到安菜先炒過，炒半幾香啊哈，可以炒過，誒呢個共當腰。係啊，出梅姐嗬，真勁厲害。出梅姐呢啊鹹菜個嘅鹹菜乾要鹹啊嗬，唔知梅冰嘅。係咯，啊要攞糖喎。哦，打冰。啊條魚愛嗎？條魚愛啊，打冰個同嘅牛用下調係。小米子係咩做伴奏嘅嗎？我們用節目用下搭檔伴奏。然後已經做到精髓，最主要就係愛先炒過，炒過較有香氣出嚟。又會香濃，唔會，我再別落。啊，盤咗嘅書姐咪要用兩套菜啊？盤咗油啊，整肉鹽啊，整肉鹽整苦瓜，然後用苦瓜肉鹽啊。哦，雞嘛雞，番薯粉，番薯粉，公雞看唔食食啦？給我盤子，這個盤子先給我。要啲用那個番薯粉係那係破東西嗬。嗰
我说等一下接落去个蒸，哎，先用煎的吧？我们用煎，用煎的再烧。因为蛋强溶煎莫熟，你煎要煎必香的。哎，煎给它那个肉的那个焦香，对对对，煎的焦香啦。那出出一功夫哎。没有哦，啊出梅煎你还会变魔术的哦。哎呦，哎呀，变魔术哎！我把锅子先擦干。生意哦。好。禮拜日比賽應該都唔會緊張嘅嗬。中央按緊張，所以唔得了，所以唔得，就都會做白做都風險咩？在上港會攞盤做咧，呢種係盤做，攞盤做啦嚇。盤做咩當做呢？盲天公做，而且變料嘅嗬。對呀。啊，出梅姐做啲老太家講，然後你哋下做嘅這個苦瓜鳳啊，要買幾頭嘛？面必粘啦，也是嘿，哎，必粘啦。技巧中面必粘。對，面必粘。冇粘咧，反而一煎佢打會散開啦。對呀。就有個技巧一定要做好咯。好，等一下張都出來了。香港冇人懂。等一下幫媽媽做咯。哇，現在當醬誒。挑前條，係啊。我嗰隻揀呢嘢多。媽媽，做乜嘅會想到用腸板肉來做？吃到較脆啊肉啊，但是我唔定係輸入樣品，所以肯定唔好飲。你唔可以都按我弄嘅天當餐的。啊，解下民主就講，因為裡頭出來算係鳳梨炒木耳嘛，啊，做乜嘅會想到加剝下嘅地味烏雞啊，條骨乾啊。香港阿姊按上愛掉啊，特別是做飯愛掉食，所以做落去加落去，木耳。加當到料嘅時間加嘅順序就當葱腰。哦。要加水嘛？這菇嘅本身會出水吧？超必出水。明明你做得講，你做得講，不是蛋強嚟講嘅。我係同阿媽講，人講同係盲標。鹽係加。糖魚標嘅鹽盲標，係啦，很出品的。這邊。媽媽真的記不得。記童子。你講人講同係盲標。鹽係加。糖魚標嘅鹽盲標，係啦，很出品的。韓魚類豆腐下應該係你煮係嘛？誒，對，甜筒應該做較多啊。媽媽享福哦。有樣也很薄。幾多隻生意啊？我切個4隻。哇！那煮一樣哦。農場會好誒，我等下都看下幾道嘢就開始搞啦。好。慢慢炒，慢慢炒，哎，慢慢炒，慢慢炒，哎。見到啦，調太火掉嗎？對。水太係240。誒，Cam 魚類會唔會合家啦？要先煎到。而且煎必菜必。人家做中葡時間都已經。所以我冇忘記掉啊，我自問。依家到醋，等下就出來咧，韓州這樣音，先給它焦香。給水杯米上來，不用落去炒料，係咪？在湯裡面拌一拌，然後就淋上去。這燒會有湯汁啊。哦。對，應該可以。差唔多呀。嘿嘿，簡單嘿。好，有點醬油。醬油。跟下講有地杯都冇加條油。油，誒。我未油啊。油唔是誒。加加冇。個湯。湯。我熱愛我滿意啊。油啊，依家下講湯啊。湯熱愛啊，要一點水。一些的水，一些的水。有辣嗎？辣了嗎？應該辣啦。辣咧嚇。辣咧。基本上都泡菜鹹菜。大火燒。剛你要必翕幾久誒？至少我有10分鐘。10分鐘。好，跟住今天的蛋你看一下人家道味。好。哇，按澎湃呢哦！哇，剝嘅都乜裝唔落嘅啊！誒，你用嘅係你節目最大嘅剝嘅啊！哦，點啊？我吃這個冇。哇，來起名堂，明君來。哎呀，你是家裡最常煮的。我來試試。哎，我可以試嗎？可以啊。做得啦。你也要試。來，還有你會唱。這個來。幾條落去，中少咧，好食嗎？佢當咗盲樣呢。係啊，我翕一下麼？要翕。必翕一下。哦，咪。
武器啊。你还有咩武器啊？你武器都够呢。鱼露吗？乌醋。哦。乌醋。哎。看佢冰嘅量都唔大。哎，痛啊下冰。因為我槍版個用哦。哦。天氣冇大啦，看佢冰是冇大，俺冇生還是唔知啊。應該要改一些哈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真的差不多哦。哦，这边妈妈真的记不得哦。记童子。好，来你倒数了哈。好嘞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呐。体育馆底度哪部卡米是较好吃嘞？体育馆呢拿出7个比咩不行可以了，2出料理都真经动真。你会按香音学的。你看看我们家2个中普食都出来。自己系盘足菜诶。哎，这冇让人数钱听听哦。要真经动好吃。沙拉水，沙拉水。很香哦。大家来品尝看呐吼。一香。哦，不管咩整都动好诶。好吃哦。其实。我特別食兩套菜嘅書姐，我少少食過加鹹菜角，不過你下加落去嘅鹹菜，一個酸梅合出來。我真嘅有拉麵，當真的，而且呢不寡不乾，披上牙嘅純純嘅味道，當真的。有滿意嗎？有吼。因為係今日煮晏叫我永遠聽，唔講冇啊，唔會啦，好緊要啊。好食嗎，阿姐？懂好食。懂好食，牛麵好食。有黏面。有黏面，還有咧。不寡有油麵。有麵啊？對。阿明君知道咧。我感覺看到就講就好，好看就上顏色。好，本身南區看啊。呢度嘅豆腐乾聽錯我食到哦。好食。真嘅啊。中普食是講好食咯。呢度做嘅係酸腐，呢做嘅係酸甜，佢呢自家係好食腐，也係好食甜。陳偉俊，你不加掉一起嚟公平哈？呀，好食又酸，懂真的哈。這有醬，有這有甜。有菜凍菜，然後放黃梨嘅話，又唔會凍酸，有一些甜甜嘅。對，它趕緊食到呀，一定會做凍咁嘢啦，哈。好食，又較澎湃呀，黃梨炒木面，好食，當澎湃啦，杜方嘅內容啊。本兩屆裝鋪是按攞到安用嘅，你都未做得去做盤做เลย哦。一樣嗎？又讓。阿明先來講。太假嚟講下是感覺當有米絲嘛。咱個按到合家歡嘛，聽說大家強下食，係嘛？係啊。阿明君咧，我感覺跟他主持人講一堆，要記一下我媽媽，個糖不用較大條誒，真係食到甜甜。我哋就死同學嘛吼。是太同吃甜甜咧。嘟好。好了，緊張嘅時間到了，觀眾朋友，你自己中意哪一出咧？馬上上嚟請資料師傅搶分數。參與機會，2下我看阿邊個咯，搶分複數。哇，搶數呢？搶數，資料師傅搶公平哈。哎呀，兩樣菜咧，攏係客家人真係真傳統嘅美食吼。啊，我會選擇鴉片係因為有加一些鹹菜，唔可以講完全只有泡菜較雜嗰種感覺。有些呢，鹹嘅啊，較有濕粉，較有水分嘅放香。啊，米絲嘛較拄好一些咧。啊，鴉片呢就係我認為嘅米絲應該係較重一些咧，較重唔係鹹，唔係鹹，唔係酸，唔係甜。喺我所有嘅食材嘅米絲，我所較現到水香多嘅。啊，木樣米絲是當好嘅，所以我選擇鴉片。謝。冚唪唥嘅水浪嘅理體啦，阿邊個嘅想法？其實係講香菜哦，食物啊配料咧都全凍到，冇凍醬，還有酸甜嘅感覺。呢頭哦，可能我個偵察到時間嘅問題啦，時間多一啲啲咯，佢個苦瓜會很好轉到個嘅泡菜啊，吼，很快咯，肉嘅味道啦。
原來係安呢，故說呢，兩木卡已經做到按好勢嘅，嗰一些提點，怕你咪會做到行卡好安呢。故說呢，亞出賽觀眾朋友也就要學到冇呢。今日我馬上來看一下盧師傅哦，依舊冇可能做好了了，馬上就來看呐，也嘅盧師傅今日我為大家帶來乜嘅好料嘅咧？食材好料理。好。大家聽講期待準備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菜苗到嘛？客家鹹菜牛肉煎，兩罐吼主要係本大家看吼，做啲夾夾出菜啦，吼。夾出幾時咯？冇嘢，冇會當嘅，單元冇強咯。你來看食材。今日準備嘅菜應該最主要咧係牛小排、客家鹹菜，有薑麻啦、蒜條、油咧，另外係炒過。今日單元係教大家用切好多菜好健康嘛，所以又配到咧好豐盛的甜椒，有小黃瓜，有菱角，還有咧蔥條，還有配些咧，等下會用下落去煎魚來。蒜條嘅散飯係乜嘅？呢是係醬料，有啲菜提咧鳳梨。鳳梨剁油，還配到優格到蜂蜜。優格，因為好健康，好新鮮那種感覺。因為當多嘅咧烹調嘅手法。好，來咯，大家有問題馬上問哦，嗬。睇下我專業做本書內身啦，好。先嚟到鹹菜先炒香嘞。人家講咩嘢啊？你也做咩嘢？唔是加油哦。就用香油時候咧，啲味道好香。鹹菜，大哥攞嘅鹹菜，到底本甜甜嘅炒本啲香啦，嗬。鹹菜先等陣射過就好咧。射是做得咧。今日最主要嘅調味是嘅咧鹹菜，其他料是配料樣，但是冇加當多嘅調味料，是可以嘅咧鹹菜鹹梅樣嘅。哇！你嚟做咧。牛小排嘅。今日主角係鹹菜，我係因為今日主角係牛小排呢。係啦，你係貴的吧？嗬，配料添。真嘅，謝姐姐看得到冇？一下以前可以貼胸下，溜溜有一些夾到一些咧，嗬。做乜用做咧？用地經你後台嘅啊，係好處理，經你咪後台。等下會拿來煎，又係拿來脆過嗬，等來稍個炙燒一下做咧。因為呢個今日做嘅係好健康嘅方式啦。好嘞，開放本睇下問題嘅時間咯。好，佢請問師傅嗬，一牛嘅先法係咪當葱嘅？係啊，要先要嘅啦。因為講緊你今日要脆嘅嘛，所以牛一定係先要個要嘅。所以牛五花未做得咯。牛五花未做得。你用豬肉怕會痛較硬嗬。係，豬肉是可能是會好硬。硬。那也唔是用牙籤嘅。唔是。一人啲鹹菜炒温用，係鹹菜係蚊爆哈。炒温用嘅啲鹹菜。見到講過，我炒冬用嘅，我炒冬用嘅吧。炒香都係做得咧，要香就做得咧。咁呀，全部爆落去嘅，啲鹹菜地下用咧。你係會爆係，唔記得咧。但係冇爆到。響建中咧啦，見到講過。忘記了啦，講咗做嘛。啲係鹹菜爆落去啦，最主要嘅等於啲鹹。我想說，係都弄不會崩的是咧。師傅，要種生意你會好什麼？因為用嘅洋蔥啊。你唔可以表面做得啦，其實看嘅東西吼，我是會讀到咧切嘅東西。其實咧材料切家村做得變化，係講生意唔可以說是買個東西唔可以表面做得。佢自家嘅生意好什麼間呢？那見起來咪按太見呢。當爆滿呢，又係正經公園噶，有人客來冇？擺盤就一講啊。係啊。伊料咪凍簡單啊。係啊係啊。佢師傅安尼菜幾久呢？吹1分鐘就好咧。按家咯，1分鐘。因為等下還會炙燒啊。不是全熟啊，啲未煮嘅東西全熟咧食咧。然後頭其實凍簡單啊，是就炒鹹菜撈薑麻蒜條嘅細節用到火。假使福卡就甜福未做得直接用落去，唔是關機嘛哈？唔是插機啊。我知道亞貴開始啊，廚師們都會備個餐盤咧。哎呀，自從阿芳哥開始樸實下來之後，大家啲營養班做該優格嘛？對嘅。係啊。你們不用常溫大概放10天就做得啦。先用做的是，我們是懂麵條誒。我們還有辣妹，辣妹，辣豆妹嘅，辣油辣妹。
哦，啊，咱家己是咧做咧酱料，有咧优格，然后咧凤梨，好产都是1:1，你看几多？師傅，你就問題，因為你就加碰湯啦，所以你加優格，咁建議大家可以買油湯嘅呀，摩湯。摩湯嘅，我哋是用摩湯嘅咧優格。跟住吃夾色就好味啊。無糖優格，未做得啦，未做得起。優格做起亞洲誒。係，未做得起家做，但係會發好多嘅事件啊。誒，大家啲用辦做嘅優格嘛？唔係嘅，唔係啊。牛年不用常溫，大概放10天就走得啦。先用做得的。要把龍去整進貨嚟，東巴山。冇真冇安徽開玩笑，搞笑一點。人叫是做得咧。哦，蛋漿是就做得咧。蛋漿是未做得啦。好，時間差不多咯。但牛肉變色咧。係變色咧，要看一下哈。哇！哇哦！顏色好漂亮哈。好，我哋咧點火一下，炙燒一下。哇！看到智商嘅是上公，佢做得架氣死咧哦。誰應該沒動好食？哇，配過就有嗰種香味啦，油脂的香氣。係，順條一油是小哥本去煸煸嘅樣嘅。哦，難怪應該先好酒的喂。係。有問題嗎？太子？沒有。小米姐應該還冇問到問題呢。師傅講得那麼清楚的。哦。再過來。很香煙色啦。哇！假使有時唔敢食嘛，該添椒啊，你一下好就敢食咧。擺一下醬樣嘢做得咧。好，等我睇下坤。喺呢一行客家鹹菜牛肉卷。按樣就好食咯。吃料理呢，應該係太鹽色子都好食咧，有得營養哦。係啊，前分菜。哎呦，大沙圈做得先嗬，來。佢醬料感覺當真到誒，睇加咗好起來，都好，買個水果就加到優格呢度。看係買個季節啦，就肉買個果子用。哎呦，哇，我的醬要多一點，我要醬要多一點。料理耶，來，耶。嘅醬料感覺當真到，排泄哦哈，我就先拿來咯，嚟太子，謝謝。啊，該剩下來個醬冇應該食嗬，唔可以打鬆啦。啊，醬料當好食，很好食咯，很有味道。因為是有個鹹菜鹹土咧，所以你冇加其他調味料，因為講。佢因為袂到染啊，袂到胡椒粉味係做得啦，係。當真到嘅，什麼景色？哦，當很味滋味。真嘅哈，是因為是帥哥煮的嗎？對，係啦。哦，都好食。誒，我貴盤是好食是強力咧。民軍現在講一下，有咩好食？呀，生意一定會好食啦，又簡單又好做，又好起來，當簡單。你我姐。佢講要學起來咧，代表講係很記咗。唔會太難，牛肉買較貴之後誒。錯，我搶朋友嘅土地係差唔多誒。對。啊，牛我姐，你知道咧？當好食，窮人忙子食個。哦。你看阿姐小到安放棄。所以講誒，撈誒搶出來爆到牛肉地背度。誒，撈生意啊，要講誒，你係牛肉，一口就食落去，要撈搶出來咧就均衡全食落去。每個蛋腸可能會炒，加生地瓜、炒甜椒啊，貴盤炒到家己唔會食，但係人家爆到地背度，一口就食落去咧。做咩個醬啊？優格咪顯得易做得啦。好，阿邊師傅今日帶來料理後，真嘅係斬掉。唔講呢，南吹風吹，睇起來好緊張誒。最背面亞冠就決定勝負了，前輩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背面一關的比賽。百變料理網
两喙爱伫寒天嘅时间底度，用指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爱比面食，没有比创意哦。到底爱喙真系正经嘅百变料理无？一家之主，你谁来上菜了？好，马上来到亚冠呢，就係百變料理房啦。看到農場就會想去留佢打開，到底呢度有乜嘅好料嚟到苗栗條看到乜嘅咧？等下打開那個雪菜後，大家可以想想看，做乜嘅做出變化來咯。應該是說想想看嘛。想看啊吧。哎，想看啊，用把它變出新嘅花樣啊。好，來看咯，打開來。哇，烏板。烏板呢？呀吼，最早在台北客家人一定愛食板。哎呀，就算冇食飯哦，有錯嘛？愛食的。而且呢，到苗栗呢還有板年節咯。其實當年一年頭天全部都做食板呢。客家婦人家一定愛整板呢，錯嘛？錯嘛？場都唔會整，應該只有我唔會整，聽聽吧。你唔食。好啦，唔過講到呀烏板呢，做得變化出當多種嘅料理，比如話講，大家也最想得出來嘛。蛋腸脆脆啊，拿來吃夾雪啊。沒錯的，拿來泡啊，煮湯啊。哦，鹽酥雞店也有。哎，當多種嘅變化，唔過兩下你想到嘅，第一下行要看太刺家，有乜嘅變化做得比刺家來加分一下，因為頭前係一畢業了，好冇？好，有上班冇？好。我跟你說，我們這組很厲害。哎呦，我們真的呢，跟那個勝利是很有連結的。用慢講。烏板雕出來食。還有那請款，烏板麵。哦，做得啦。好了，馬上就嚟進行最北美館嘅北邊料理房，馬上嚟看一下風吹帶來嘅料理，按到乜嘅菜名？辣炒烏板。哎，我都安排。你行嘅係辣妹嘅路線。辣麵哦，完全。辣麵嗎？辣妹啦。辣妹嘅路線。好，而家呢都有準備嘅係辣妹哦，你好準備要奉上帥哥了。拜託你不要過去。你怎麼知道我的歌？不要過去。好啦，談看一下，咱是今日帶來料理嘅菜名係遇見後咪西。遇見後咪西啦。哦。你一定會問帥哥在哪裡，對不對？就在這裡。好，大家一個係變辣妹嘅，另外一個呢係走溫情路線呢。創意。都大家嘅烏板用嘅變化，才會想到廚師嘅綜藝咧。馬上來進行挑戰呢，兩位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來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。哇！其實個菜名我唔記得，是記得辣妹。辣炒的啊，嗱，所以講，迄個也幾好，留嘅烏板啊，留嘅 XO 醬姜下炒，會凍三杯。凍香，看一下安用。來，你放上呢個中葡式啊，其實你做天來香酥嘅，有乜雞啊？小甜椒啊？辣油。辣油。啊，你啲烏板等下愛用慢做啊？先煎過，先煎過，先煎啊，你當落嘅炒肉末。哦。你出菜咩？喺度番薯加油做嘅嗎？冇呢。所以牡丹腸就辣椒啊，還有辣椒，還有起煙叉。我們這是懂辣的，我們還有辣妹，葱條辣豆妹嘅，辣油又有辣妹。哎，讓他先俾準備下。好。等一下倒轉來就看得出佢嘅變化。好，等下倒轉來哦。來咯。貴地落去煎哦。煎的啊。你個菜名用不按到遇見好滋味。我學姐感覺很厲害哦。因為我想講生意是較飽啊，中意種名嘅其他談唔上起碼東西，啊，佢就會想講，試試看哦。成個最後是亂餅，啊，等下亂餅煎好之後，用乜撈嘅烏板結合起來呀？等下亂餅煎好了後，也有嘅起司，還有肉片。肉片的哦，肉片，哇！唔會痛碰排到爆唔起來嘛？安尼早晨是做東爆的啊，一拖數做唔是講講，還忙到東煮做主食要的。太幸福了吧！不過蛋餅我剪都有一些炒炒，有一些起烤哦。不要緊張，學姐。冇緊張，啊，你啊，烏板會煎幾球啊？就看到球切，啊，快凍落去有麵，哎，就做得嘞。啊，等下還有切過哈。對。
啊，做嘛个唔先钱长来剪，现剪长来钱。我想讲，讲我身体啊，安尼，我今日规底剪剪吉他，用剪较好剪啊。你按切到悠悠的吉他去剪剪，唔会爆扎死啊。点系啊用？嘿，师傅讲的对。今出料理，古说就系明君姐刚想出来的咯。嘿啊。哦，古说第一出系妈妈的料理，第二出系娘嘅料理。嘿。用成个做出发点啊哈。对啊，因为我靠生嘢睇唔识咧，做上日有诶冇诶。我有一擺啊，做起我嘅母校拍片咧，結果有一個生嘢當勇敢衝來推單個衝過，結果就夾來嘅。對。嗯。夾來嘅。哦，新顏色。你怎麼知道？而家早晨攞嚟講嘅啊。哦，阿勇又擦擦的哦。對。擦了。啊，四句一片嘛，也係等下我還有。我想講一片，我感覺時間唔拉。應該時間拉吧。拉啦。總量片。哦啊，總量片沒做得啊。聽做啦哈。哦，你阿火筒射咧。啊對哦對哦，見過吧。解下吼。水台。都說好幾個發現當見撞啊。沒啦，我就說看到我不要興奮。走了。在打牌看到阿勇英吼，我都很佩服這個姐姐吼。啊，見到那一面吼，我記得呢，冇時會重複的剪。其實都到俄羅斯方塊啊，他也撩去澎湃啊。嗯，那還直接白雪東西有分兩口味。我比先冰的比長嘛。係愛。其實切到阿勇英當場才挑飯呢。唔過蜜透就撇出來啊。在打牌看到阿勇英吼，我都很佩服這個姐姐吼。啊，見到那一面吼，我記得呢，冇時會重複的剪。其實都到俄羅斯方塊啊。塞了。骰子。哎，這骰子蘿蔔糕哎。你拉過去那個鍋子給我。好，好啦。對。真喲。來。因炒下伊因像個麻婆豆腐啊。原是個豆腐原體嗰種感覺，對，炒高牛啊，炒那啲。哎，用英拿個辣椒炒東西嘛？有啊，因為好辣子好做到病啊，因為每按辣子後背就加伊做得咧。係啦，炒。佢呢一個中意嘅個辣土啊。哦，好辣。辣。風吹過。我挑起哦。已經係辣炒。要講話了嗎？對呀，已經係辣炒哦。對呀。我給他水嘛。蠻好，煸到。嗯。是跟着。真的是辣妹，連空氣都是辣的。對呀。哎，馬上過去。好，這邊來一下。哇！等下都來到嘅的意思啊。這部的哦，面目邊。我把到幾啲坑嚟簽呢，冇咧規地直接爆落去啊。係啊。用太好用。按鹽和氨酸再剪解一張。時間拉等下就按個剪。哦。安尼。還有啊。哦，還自家帶醬來哦。對呀。你係泰式酸辣醬哦。對，還有自家按個加個。生意哦，生意。哦。來了切。又會三特，唔是按個剪。又會三特。我老很貴啊。算了。啊，出現分歧了。真的。算了，搞處理。哎，你最近切得好香呢。讓我較加多啊，還真嘢做半件事。好嘞。啊，地陪圖嘅撩動碰牌呢吼。哦，你係聽阿鳳過來擺盤的哦。安尼較有上愛食的感覺。講像串燙誒。當有心哦，那個擺法有一些像剛剛上一次啊，尊明師傅做嘅料理。又講，現學現賣。對。等下最尾應該將拎上去去做得咧。哎，對。好了，那你過來幾片也到尾差唔多嘅吼。好。哦，見到炒以後咧。嘿。幾片炒。拌炒，這邊拌炒。哦，哎，真經就像麻婆豆腐呢哦。我們這邊很有創意哦。個想法係像麻婆豆腐類嘅係冇？係呀。加一點那個胡椒鹽下來。好。哦，它沒有胡椒鹽。胡椒那個有啊，黑胡椒，黑胡椒。黑胡椒係拍嘅，烏嘅好嚟，烏嘅。好，謝謝。
好，可以倒进来给他拌。像去加红豆加辣油吼，像了套菜要加汤哦。没有，没加糖。调油外嘛。这里的讲跟烀饭本身是有一些协调。哦，好顺体啦。哎，关掉的好哎。啊，不咸脆太胶原了就好了，好吗？我关掉了。要吃米汤吗？嘿，好，你试一下味道。所以得烀饭困难。辣吗？有。你辣吗？可以吗？有辣嘞，好，马上来倒数，来倒数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可能用烀饭变化出来的料理，哪家较好吃嘞？耶，亚个用烀饭变化出来的料理吼，看看要辣有没有辣够味。后面是黑妹有真嘅有豆米，马上先来吃我们辣妹料理，辣妹烀饭哦。我看起来真紧又辣呢哈。有辣拢要吃一些高牛。哦，太辣了！呢個辣係3秒之後就出來呢啊！非常辣咧。很辣哦。那食到日本是什麼落去咧？烀飯比辣咧當好食，迄個唔敢吃辣咧牛，我是覺得它是剛剛好，而且有香氣，邊有辣油一炒誒。我看一下，準備幾次了咧？有啊，有辣，有辣哈。本身你喺食聽覺按牛辣圖嘛？對呀，對，比例差唔多。比例差唔多哈，小米幾次咧？哎呀，去白粥，跟住有試做一下啦，但是冇按辣，入面有較辣。較辣一些，唔講係做一香。你用啥感覺辣嗎？唔感覺辣。你碰明君呢？我感覺，當然有一些辣啦，有辣到，因為有些飲料係就較冇食辣嘅。對。雖然我係唔敢食辣啦，不過我食到吼，52版崩辣的係很合適呢。多吃一點。有啊，等一下繼續慢慢食。我等一下我食成個最好食嘅卵餅。好。兩味就辣啦，不過係酸辣哈，酸甜辣。謝謝。呢杯都不但講有52版哦，還有肉片哦，鹿果嘅肉片。哦，有遇見後面西哦。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當小孩。這樣甜甜的。那種料理真係濃茶飯，看起來料理澎湃誒。我喺自己擺食東西有分兩種口味。都碰啦。準備幾次用吧？當好食啦。有煎豆有腸嗎？有。要用包落去，然後泰國式的醬料，安樣搭配得很好。你好哈，小米幾次咧？甜甜。有香哦，廚房有加一啲豬肉嘅安尼香味，對，豬肉的香甜味。呀，豬肉沒這個滷味哦。對呀，對呀。有食。該係很常講哦，做嘛該幾條幾地嘅52版會落去爆，但是我想說，因為按用哦，幾條是落去，就會食到52版嘅米線，因為它重，對不對？你就用它自己按落一下，自己做嘅。有像烀飯，但是。平常的東西是烀飯，吃起來還算好一點。媽媽鵝腦真好哦。啊，明君呢？你吃到咧？我不較食迄些菜頭飯啊，烀飯啊，雖然較少食，那因為也把愛比賽鼓手特別用呀，雖然是都沒感覺好食。好，現場嘅時間到了，兩組嘅料理冇共用嘅菜色，米湯面完全冇共用。接下來呢就看啊，師傅中意乜嘅菜色咧？嗬。先來請志劉師傅搶分數，藍水分，再接再厲哦！看一下阿炳哥搶分數6分，哇！我們兩個種吐司哦，你兩個常常會上土豆哦。你兩個結婚的啊，唔好辣妹啦。沒啦，給他就判錯可能會土豆啊。哦。對啊，給一個交代吧。料理講菜啊，老實話講，其實各幾位嘅米絲都有做到位。我總係會選擇一片魚，也把邊料理網嘅，其實就係見變化嘛。其實也對我的廚師來講冇乜變化，就係炒辣嘅。當平常嘅東西。一片呢就等於講對我來講係具有
用乱饼煎起来，又加个牛的香味。啊，其他讲再加一些，比如讲苹果啦，也迄小黄瓜啦，也木薯芽，增添加个脆度、清爽度，因为会再加粉。哦，那就爆米落咯。所以现在都可以那边，而且你那个是有表现木薯芽，叫做扎实感，佢唔会按容易脱落，它反而会更扎实，反而倒好切，唔会按难切，比如黑嘛。会紧实嘛，所以现在鸦片做出来。原来安样，啊，边个嘞？你的想法？其实你产都是讲，你然有变化好多，哎，你我讲个炒应该从，应该要上到讲，乜个菜乜菜变化嚟，还有用正差到梅头的，或者用做啲介啲像调油啊，你都要香味啊，很好味，好香啊，啊到梅头呢部分。哦，要好多啦，哈。所以讲，来有一些层次啦。哦，好，唔怕，其实呢，两组都做到同好，因为呢，讲真嘅，你们都已经突破太甲对武板嘅英雄诶，已经当厉害嘅。料理帮诞生。好，比赛呢成绩已经出来嘅，今本日呢，蓝翠得到3分，红翠得到1分，恭喜！恭喜蓝翠昨天得到3片口嘅加菜金，恭喜！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恭喜你风水得到吴秀刚多功能料理包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！你下吼好好问一下吼妈妈哦，今日系命运第二来嘛吼，有冇想法咯？感想咯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喺我来讲，我真係當緊張，因為我可能特少行出來，比較少接觸安尼。太家鄉下嘅事件吧，所以每日邀請我出，事實上呢，當日知道水唔停。嗰時候前邊遇到勁撞，咁個後來見到勁好咧啦。英國師傅佢係跟嘅剃頭師傅哦。真嘅哦。係咪所以攏都不卡關店嘅卡多？你下自然來嘅啦。明天今日來就買感想嘛。因為特別做我新年去表演去比賽。特別做起來就較勇敢，嗰種係想講，那家要到去比，係咩表現我自家嘅實力，攏嘢啲個，係自家媽媽咩當傻皮。都係樣誒。見他全部係安樣冇看到哦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謝謝。好，現在向陳妹記老太太分享一下了天一拜參加嘅心得。感謝製作單位幫我到學習的空間，咁咪學到一樣嗰種武板安尼建的，有好食，真是。有學到。有。對，就係最無價。誒，有錢買唔到嘅啦。有錢買唔到哦，行家又有食到。誒，嗱。係冇，恭喜。小米記老太太分享一下了拜參加嘅心得。雖然係天一拜來參加嗬，但是比上到。有較退步的啦，唔會退步的，好，然後感謝兩位主廚哈，盧師傅煮的安好食哈，然後都給我很好的評語，給我們的鼓勵，我們下次會改進，謝謝。上擺係攞拿錢，下禮拜係攞拿禮物，對呀，對，哦，一家之主呢，最主要的目的唔係為了比賽，最主要嘅就係分享下一家地圖嘅好美食，大家互相來交朋友，也就係最重點嘅，錯冇？對，大家都最有實路哦，咁咪當感謝大家來啊到邊來分享有冇卡嘅好料理，咪希望大家記得日來報名哦，日來報名。呢個節目東河搞東升氣候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做菜咯。好啦，一家之主等等，大家強下來要到邊分享有冇卡好料理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